進入中心流程。到達中心門口時，請記得撳門口前面灰色嘅鐘啊，有職員為你開門。進入中心之後，請記得前往接待處，拎出會員證進行打卡報到。中心會提供各式各樣嘅旗類活動，如有需要，請向職員辦理借用手續。請寫低當日日期、會員姓名、數字牌編號、借用時間、會員簽名以及交還時間。中心更設有運動房，運動房內嘅設施都歡迎會員使用。請注意，至尊會員唔可以使用跑步機。如果想使用按摩椅，可以先到辦公室繳交費用港幣2蚊。記住啊，為保障安全，中心內所有電源開關必須由職員操作，會員切勿自行接觸。中心設有飲水機，並提供水杯。飲用後，請將水杯放返喺指定嘅回收位置。如果會員自行帶咗食物或者外賣，就請移玉步到廚房裏邊進食啦。使用洗手間嘅時候，請記得保持地方清潔同衛生啊！離開中心嘅時候，請記得按下大門左面嘅灰色按鈕，咁就可以推門離開㗎啦。祝願各位會員能夠融入我哋呢個大家庭，共同享受豐富嘅中心生活。